摆就讲到尾啊是安尼，讲到迄36对迄无，我讲即嘛我伫咧讲这，安怎讲嘛，我家己都袂晓咧找来讲互大家听，互大家了解，咱的心究竟是安怎家己的？咱的心要安怎对是个？就我甲你讲，我的朋友讲，心若安尼得就心；心若安尼业就真。这是实代志啊！我即拢我本身真正有经验，我也无读历史，我嘛无读初中、读高中、读大学，毋过奇奇怪怪咧，医生啥来做毋遮奇奇怪怪咧？吼！而且我足认真做诶，我做啥物物？我咧要做了，我咧边仔慢慢叫伊，所以可见就是你也心爱伊对。今仔日呢，咱希望讲心爱伫倒咧，大家后即拢先倒转来，而且相处是底讲，等下西方有经理解，等下若无良心有边，等下做事业是有边，事事甲咱领导倒来，遐就是怪人诶。最后，祝咱大家身体健康，新年快乐，谢谢。感谢谢讲师慈悲前道一公，敦道一公，必干向诸家母贤三公与前道一公，在一公，三一公，感谢谢讲师慈悲一公，敦道一公，在一公，三一公，感谢谢讲师慈悲一公，持下向诸家母贤三公与前道一公，在一公，三一公。持下前人一公，持下典官师一公，敦道一公，在一公，三一公，持下前人一公，持下典官师一公。感恩。